即马选举已经结束啊，有部分的民众煞是出现失眠、甲造心等选举症候群的情形。有医师就建议讲，会当暂时较莫看选举相关的消息，会当互心情放较轻松咧。 2024总统立委选举结束，开票结果有人欢喜，有人悲伤，嘛影响民众的心情。如果我支持的落选，应该还是会觉得有点失望吧。但我觉得这是民主社会一定要有的过程。就是失望10分钟，然后就没事啦，就准备下次选举了吧。 朱湘新律师是讲，民众关心选情是好代志，不过伤过认真，恐惊影响生活，所以出现失眠不安这个选举症候群。部分医生嘛发现，政治人物拼选举一直讲话，加减拢会闹烧声的病母，甚至国外医学期刊研究嘛根据，大选过了后，民众心肌梗塞的发生率会增加4成2。 大选之后，这个5天之内，其实很多的人会有所谓的心脏疾病的复发，例如像心肌梗塞、心律不整，甚至有一些像是心碎症候群等等，其实在临床上都有发现。多数会发生在情绪上面，从情绪影响他的生理，那他可能会不好吃，会没有食欲，就感觉好像自己有一个很严重性不可控的灾难想象。朱湘心理师建议民众选举了后，若出现心内不安这个现象，应该远离选举相关的新闻，到户外活动筋骨。 转移注意力，若是超过1礼拜，也是有失眠这个症头，应该考虑寻求精神科医师专业的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